来看宜兰罗东有人赛车一路正向，搁转来转去，实在真危险。也伫咧北宜公路有车辆驶过双黄线要超车，结果所来引发车祸。宜兰县这2档透过民众检举，也有科技执法，成功击发这款无驶伫咧正确车道的案件，增加到2万件。警方也呼吁驾驶得爱遵照标线，唔通来违规。 行车记录器翕到，罗东顺正路一台轿车一路反向行驶，对向车道的车辆两界直闪，民众就过面破亡，一直讲真危险。那他就朝向对向的车道开过去，那并先到对向的外面车道就切进来，那个对向的外车道这样子。 镜头来到北宜公路，看到一台轿车换过双黄线超车，拄到对方大货车，佮驶入原车道，所甲头前骑机车的人发生事故，造成骑士受伤风送医，好在在无生命危险。很担心他撞到我，地上都有画箭头啊！你不知道你开逆向吗？ 民众对这类危险驾驶行为拢无认同，只是警方要透过传统测速翕相来举证无简单。根据警方统计，宜兰县2022年无依规定驶伫来车道限速6343件，2023年10637件，去年有9331件，举证多数来自民众检举，搭配科技执法。那再细分警呼吁啊，用路人切勿违规超车在山区行驶时应遵守标志标线行驶根据道路条例规定，无依规定驶入来车道，会当罚600块以上1800块以下罚款。那方认定是危险驶车行为，会当处6000以上36000块以下罚款。警方呼吁民众遵守标线行驶，保障用路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